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8月23，旧历的7月23，礼拜5。24节气今仔日来到处暑，这是秋天第2个节气。虽然已经秋天啊，也是真热，就是咱咧讲的秋老虎、秋后热。啊，今仔日就真正有够热，一点仔都无像风台要来。上主要嘛是受到风台外围环流沉降的作用。阴暗日暝了后，东半部就会开始出现着风雨。啊，那这个风台目前是伫个鹅銮鼻东南边的海面上，往咱台湾一直架过来。气象局已经来发布着风台警报。明仔载透早，这个暴风圈就会卡到台湾的陆地。明仔载中昼到下晡这段时间，风台会伫个屏东到这个台东这块里来登陆，全台湾拢爱戒备，尤其是南部、东半部爱严防豪雨成灾。风台步步逼近，为最新的路线图来看，有小可偏南平，估计暴风圈伫明仔载透早会接触到台湾的陆地。明仔下晡有可能中心会伫台东到恒春一带登陆台湾。气象局嘛，日透早发布海上风台警报，下晡2点半发布陆上风台警报。强度部分它还有增强的可能，那影响的时候是生命期最强的时候，目前预估是以比较强的进入台风影响我们。拜五下半部天气较稳定，因为沉降的作用，苗栗以北开始有高温的阵雨，有机会到36度。不过东半部受到风台接近的影响，云量变多有雨，暗时风雨更较明显。尤其晚上连清晨，东半部和恒春的雨就会比较明显。那至于到了明天，仍然降雨的重点还是以东半部地区和南部为主。相对而言，中部以北的降雨的状况程度上会比东半部和南部地区来都缓和一些。加在这个风台行得较紧，礼拜就会远离，不过受到西南风影响，伫南部甲东半部恐行，嘛有局部较大的雨量，沿海嘛请注意开始有长影出现啊，也就是讲，针对这摆风台袂使马虎。